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由印尼飛抵亞洲之旅嘅第3站南韓首爾，佢同嚟接機嘅南韓官員握手。希拉里今日稍後將會分別會見南韓總統李明博同外長柳明煥，討論北韓核問題、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以及點樣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等問題。而喺由印尼飛往南韓途中，希拉里喺機上同隨行記者話，美國十分關注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嘅繼任人選問題可能觸發危機，令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加劇。另外，北韓近期嘅敵對言論增加，同明顯準備試射長程導彈，都令到局勢唔明朗。佢又話將會諮詢南韓同中國，就有關點樣透過重開6方會談，了解有關金正日健康同繼任人嘅問題。而喺佢到訪南韓前，北韓軍方就發表聲明，指控南韓總統李明博企圖以北韓擁有核武同導彈為名，作為入侵藉口。北韓官方通訊社警告話，美國同南韓近期進一步增強武力，並不斷舉行軍事演習。南北韓之間嘅政治、軍事對抗已經發展到極端程度，發生衝突只係時間問題。